谢警察来救命。台北北投顶个月底，一间民体回收处，一个姑娘仔掉伫个上尾楼化救人。当时干道派出所一个员警发现，变故现场的阿鲁米腿会当协助救援，伊爬腿起哩，但是这个腿无够长，伊怎鼓励这个姑娘仔打伊的肩胛头，了后就用压动轻的方式甲压落来，平安搭救出来。这个姑娘仔是真感恩哦，讲伫当时回收处的紧急的现场，这个员警互伊看到希望。窗仔门沁大火，有人搁吊伫咧楼顶。有人在上面呢。现场帮烟散布，警察看到有阿鲁米楼梯随爬起来救人。好，来你帮我扶的。好心气的民众斗相共固定，警察紧爬起来，嘛总算甲民众救落来。来，我身体给你踩。下开帮我扶的哦。来，你踩我的身体，来，你整个坐在我的肩膀上面。霸气讲一句，我互你答，警察顺利把人救出来。攻坚这种情境，所以觉得这样的可行性是可以的。被救的人能够心里面层面要安心，所以他在准备要跨越过那个女儿墙那一刹那，我跟他讲说，我们一定能够成功把你救下来。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29号，北投支航路有发生回收处，敢若是厝内拄熄起着火，黄小姐吊伫楼顶，加在警察有紧去解救。我就握着这个铁栏杆，对，然后脚是踩着她的肩膀。当时黄小姐就伫咧厝尾顶一手化救命，警察先爬安全梯爬上2楼，才搁踩楼梯想要搁爬起来，也毋过悬度无够，黄小姐的脚够袂着楼梯，尾仔踏伫咧警察的肩胛头，坐伫咧顶的，搁爬起咧隔壁的厝尾顶，才顺利走出来。我那时候想的是，这个有可能办得到吗？对，但是我就相信了后警，因为那时候也只有他。对，是我的希望。站出来感谢救命恩人，黄小姐搁特别用手写批，多谢警察爬上3楼，互伊看到希望。伫咧家己的心目中，伊是上伟大英雄。就算火灾造成损失，嘛加在有警察解救，才互伊这条命保住咧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